文学作品改编做戏剧，亲像今年入围真侪项金钟奖的《八百笑门》的《辩护人》，佮盐水大饭店，也是进前的《小女养生记》，也是做工的人哦，拢是品质好，佮受到欢迎。文化部甲台湾文学馆最近就推出文学改编戏剧的展览，呈现出最近10档来上受到欢迎的改编作品。阿嬷，我会等下你救丽娜不？只有你可以帮她。 我报国本的汪汪。电视剧《八笑门》的辩护人听现真款语言和移工等议题引起真侪讨论。另外，像《斯卡罗》剧情内底出现过的景点，嘛带动地方的观光。这些影视作品拢是对文学改编来的。文化部和台湾文学馆则会推出文学改编影视作品，用展览呈现这10年来受欢迎的改编作品。我也希望这个活动能够引发很多民众回过头来看到台湾的文学跟影视作品，重新想一想，我们台湾也是蛮有文化的，我们有文学，我们有电影，还有戏剧，那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台文馆指出，自1980年代台湾新电影运动开始，带动第一版的台湾文学改编潮流。到今仔来改编的文本，对小说、散文扩展到网络文章、甲电脑游戏，甚至佮发展出无同领域的创作。是这个改编，它不再是一个单项，其实它是多项，甚至是双项。然后在这里面，其实它产生了一个交融，跟重新的一个创意跟改编。 同时，文学跟影视一起携手走向国际。其实80年代的新电影是第一次有大量的台湾文学被改编成电影，那非常贴近当时的生活。新的多媒体，像是返校，它是从游戏改编；像是沈志香用酒干妈讲是漫画改编。那更贴近大家的文本会是什么呢？它不断的在变化之中，但是不变的是怎么去说一个好故事。 文化部表示，这个文学改编影视地点拍算自9月10日一直展出到明年2月2日。现场有改编过程，爱为环境图和道具服装等等。文化部希望邀请民众做伙来了解这10年来台湾电视剧的发展。记者卢尚如、谢桂林、新北报道。